开始之前呢，或许想跟各位做一个沟通交流。我们是不是今天来这里特别的目的呢？也就是要跟仙火来达成这种契机。所以呢，如果我们诚信不过的话，仙火，它是诚信不过就没办法打动我们仙火的心啊。所以我们是不是联想赶快的说，是不是仙火赶快来降临来给我们一个指示呢？我们是不是想不想仙火赶快来呢？想。如果像这种声音如果说后水也不会来。想不想？有。所以呢，等一下，就用我们最至诚的心呢，来感动仙火。如果大家都还像第一堂课这样子，所以是这种姿势，还有翘起二郎腿的，还有讲在那抖的这个样子这种成绩是不够的。而且讲实在讲的话，在发问的时候，我们就很率性的把它打呼出来，这样才就是一个道理的化身了，所以我们现在呢，或者发现说大家有点疲惫，可是呢不要紧，或者跟大家我们现在自己跟或者做动作我们这个头自己敲一敲，这样敲一敲，大家都敲，因为敲那个精神越敲这个精神就越好。所以等一下你想要同步的时候稍微敲一敲，可以促进我们然后的一个习惯非常好。然后呢，我们肩膀抓一抓。不好做的话，旁边可以帮忙稍微抓一抓。太阳线呢，也可以看到好，剩下我们头部呢，左转切，右转齐切。好，有没有精神好一点？有。所以呢，希望呢，我们这一堂课我们护理师非常慈悲的，特别去邀请我们德位道场一位陈讲师这一位呢是非常了不得一个陈讲师，而且说道学方面真的水有可期，而且呢在德性方面非常的高尚，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风范。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要邀请我们陈讲师来为我们慈悲，所以希望大家这一堂课一定要振奋精神，所以不一定这一堂课幸福就降临而来了，可是呢要看各位的诚心在哪里来，所以呢在此呢落水再喝一次我们想不想赶快看到我们仙佛莅临此地呢？想不想？走。